上真后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2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日时公布，高盛集团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预防剂安全无问题，而且对中度到重症患者保护力有66%。美国 FDA 按算伫后日开会讨论敢要批准。白宫官员是表示讲，若经过批准，后礼拜就会使批发300万吨到400万吨高盛的预防剂。Yeah, come get me. 美国启用伫红桥区甲布鲁克林区两个做新冠疫苗的所在，罗德岛甲巴州两个拉美的族群为主的都市开始做疫苗。德州是排甲长长的车队，等咧做疫苗。美国目前逐工做180万剂的新冠疫苗，已经开始登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日时公布，高盛集团研发的单剂疫苗应安全有效，预防新冠病毒，有希望真紧得到批准。If an EUA is issued, we anticipate allocating 3 to 4 million doses of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next week. Johnson & Johnson has announced it aims to deliver a total of 20 million doses by the end of March. FDA 伫即礼拜5要开会讨论是毋是批准伫美国做高盛疫苗。FDA 科学家证实，高盛疫苗对中度甲重症患者整体保护力差不多是66%，对上严重的患者有85%，而且只需要做一支保存甲运输也真方便。Well, again, we need to review all the data, but on the surface, there are certain advantages to the Johnson & Johnson vaccine. It is refrigerator stable. It can be shipped and stored at refrigerator temperatures. It can once it gets to the final place where it's going to be administered, it's stable in the refrigerator for 3 months. It's given as a single shot. 确实，高盛疫苗得到批准，会是辉瑞 BNT 疫苗甲莫德纳疫苗了后第三个伫美国核准使用疫苗，而且只要做一支，第14天就开始有防护力，有希望加速对抗疫情。公司新闻电卫人朋友。今年7月份发生铁路警察伫火车顶防台时的案件，嫌犯本身有精神的疾病，一审被判无罪，严过二审即马是改判17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关刷了后，还阁要强制治疗，监护5年。警察的家属听到这个判决是认为勉强会当接受，严过即马一审的时做精神鉴定的医生是认为讲2审的鉴定报告有问题。可以接受了，莫讲无罪啦，无罪真正是无法度接受了。警局暗紧张甲规暝困袂去，铁路警察李成汉的妈妈知影杀害后生的姓陈被告，2审被改判17年徒刑。虽然无达到有期结果，却也淡薄仔感觉安慰，只是想起过身的翁婿，不免有一寡感伤。真正迄阵啊，伊也莫甲讲判无罪吼，可能阮先生啊，搁伫个，我嘛较好看。编开一家人出去佚佗的相片，受起过往。李成汉母亲表示，翁婿伫被告一审被判无罪，心情变较郁卒，身体无爽快，也毋看病，严重胃出血，致死过身。即马专案上诉到台南高分院，二审判决是大反转。原审认定说是已经无辨识行为能力，并据为被告无罪之判决，显有不当，故予以撤销，处有期徒刑17年，并于刑之执行完毕后赦免后，另入相当处所，施以监护5年。李成汉是伫去年7月处理补票纠纷时，和姓陈被告亚都都市一审参考台中荣总家己分院的精神鉴定报告，认到被告得到思觉失调症，案发时处于发病的状态，无辨识能力，被判无罪。即马无罪改判有罪，是因为合议庭也参考成大病院的鉴定报告，认为被告犯案当下虽然辨识能力降低，也毋过无完全失去，而且造成原因是无依规定食药啊，未来若继续食药啊，就会当有效控制。即摆判决也予一审判定的医师认为2审依据是有错误的。他认为个案自行停药是招致他疾病发病而产生后续犯行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法官也据此认为嫌犯要负部分的责任。我相信身为一个精神科医师都知道，许多个案没有病识感，他不认为自己生病，不愿意吃药，这个是疾病本身症状的一部分。尊重司法判决，也毋过医师认为2审的鉴定报告有真侪欠点，甚至出庭时准备真侪证明资料，却感受到法官早就对判决有心情。伊即摆选择徛出来，希望会当互以后的心理鉴定过程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鉴定要安怎完善，这是咱台湾这几年在讨论的代志。因为台湾这几年拢发生需要做鉴定报告的凶杀案，亲像是台铁路警察这个案件，还有桃园斩头尾头骨弹落楼的案件，甚至是小灯泡的案件，这拢牵涉到嫌犯爱做精神的鉴定报告。
有医生就表示讲，虽讲鉴定报告真重要，但个法官嘛袂使全部拢遵照报告的内容来判决。亚都都市铁路警察的姓陈嫌犯一审被判无罪，即马二审变盘，改判17年有期徒刑。无罪并有罪原因之一，就是伫医疗团队对被告所做的精神鉴定报告。不过，关系到判决的这份鉴定报告到底安怎进行，佫引起涉入司法精神病院的讨论。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司法精神病院在此时此刻还没有办法立刻就达到这样的一个可行性。对于复杂的案件，做可能比如说1个礼拜的观察，的鉴定。那精神科医所的介入了解，佫较有心理师评估人格特质、社工会谈这分工来进行。除了铁路台警察的案件，咱国最近也陆续发生真受人注意的司法刑案，像讲2018年桃园太老母的案件，2016年小灯泡的案件，也个2014年电节捷运随机杀人案，这些被告拢捌做过精神鉴定。不过医师是强调，精神鉴定报告虽然讲真重要，也认为讲无应该过度挖苦报告。司法界、精神学界、法律界应该多方交流，互法官审判时阵会当知影医界背景甲见解，因为外界也有医界替司法界背书的质疑。申请报告不一定是要躲过刑罚啦，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有疾病。那我也碰过那种个案，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察觉说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可是事后经过鉴定才发现说，原来他有某方面的疾病。原来依照刑法第19条第1项规定，行为的时阵因为精神障碍还是其他的心智缺陷，地主就袂当辨识伊的行为是违法，还是欠缺分别伊所做的对唔对的这个能力无法。不过，唔是这个案的律师强调，鉴定有一套标准，目的是伫查清楚个案犯案的时阵的精神状况，并唔是全部为着什刑责。鉴定报告也只是法官参考的标准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甲昨昏要降，各地天气拢真稳定。咱来看温度，今日敢若伫东半部、西半部的山区有地渐雨，其他所在拢是侪云到好天，日是温暖舒适。西半部高温有28度至30度。不过明仔载到后日，东北季风会增强，水汽会变济，北台湾会转淡冷，高温剩无20度。不过伫礼拜日天气就会变好啊。气象局嘛提醒讲，今仔日伫西半部、金门、马祖云较低、熬大雾会影响能见度。早起嘛有针对台中发布大雾雾的特报。另外透早伫中华、南投空气品质已经达到红色的警示。云嘉南、高雄、屏东今仔日的空气品质嘛是红色的警示。镜头来台南的白河水库已经有56栋，积沙是积甲真严重。因为要找新所在、新地点起水库无遐尔简单，所以伫真正的计划内底有一条钱是要甲白河水库的底沙清除，希望明年会当增加欠水量。一个看起水库拢打到底啊，有真侪草坡啊。几若台怪手正赶紧伫咧清除这积条的土。台南的白河水库因为积土真严重，挑水量对民国54年拄开始的2500万吨，到即阵敢若剩969万吨，所以近年来主要是供应白河、东山甲本基湖的1、2期调作用水。每当的10月底会来结束，甲迄输到水用甲放干，啊，互变空库，啊，伫每当的11月上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水库的这个清理工作。清土所的工作继续到5月左右，每户归来进行结束。中央甲白河水库列做前瞻计划之一，对民国108年开始，由龙田水利署甲南水局合作进行第1阶段，总共4年的水库清土所的作业，希望在明年1阶段结束进前，甲挑水量初步恢复到1250万吨。一个是南水溪主办的闹库排沙道，然后一个是河道放淤30万立方，然后我们八河水库嘉义水利会这边是施作那个250万立方的库区土防清淤量，到今年5月份一定会达到170万的年度目标量。前瞻第2阶段宽屏也伫进行中，必须等宽屏结束，而且经费确定，才法度开始执行。即阵预估2阶段执行期需要7年。白河水库分处表示，前瞻2阶段目标清土量是750万吨，希望会使甲挑水量阁提升到1500万吨，互已经半退休的白河水库重新来活化。除了农田用水以外，也使进一步来提供民生的用水。记者综合报道。朝向市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
股票金融公司昨开董事会，虽望有2个独立董事有记录，不过也是通过授权董事长魏启林针对并安泰银这站买卖去做交涉。根据了解，股票金要食安泰银，事先并无向金管会报告。来关心联合报。咱政府按算伫今年顶半年要推出国际影音平台，文化部去年是委托公共电视来执行，因为听数的问题引起争议，所以交予中央社去做监督计划。监督计划3月底要到期啊，即马是风声讲中央社讲因做袂落来，所以公共电视今仔日要召开董事会，决定敢要争取这个计划。来关心《中国时报》，欧美官员讲 ，AG 的预防社第2季供应量无到合约的一半。另外，南韩、越南、泰国已经早咱台湾一步，人拢已经摕到头一批的 AG 预防社。咱台湾的 AG 预防社到底是当时会送到位？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咱台湾还未收到药厂的通知，目前有透过驻日内瓦办事处去做了解。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4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因这4个拢是伫国外捌喂过病、捌检过病，入境的时讲已经好势啊，好啊，有冒假体检阴性的报告，验过结果也是验出病毒阳性。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3月初1开始要放零边境的管制，外国人会当加条件入境咱台湾。桃园机场3月初1开始的解除转机的禁令，指挥中心决定考虑国际疫情甲国内防疫量能，顾及商务条件、经贸需求，3月起有条件放松边境的政策。提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应入境，无居留证的人，除了观光甲一般社会探访以外，应向咱国外交部申请特别入境许可。港澳陆籍人士若是有探病、奔丧者紧急需求，也是民众的翁婿家后，也是未成年子女，以及教育部核准的学生拢入境。桃园机场有条件开放转机，离转机停留时间未超过8点钟。入境或转机都是还继续，我们维持3日内的阴性报告是必须的。那居家检疫，居家检疫仍然是要求要1人一户1人，然后或者1人1户。指挥中心强调，虽然边境适度来放宽，不过考虑国际上陆续传出变种病毒株，民众在参加大型集会活动时，原应该爱专程来挂喙罨。伫国内拜3，阁新增加4件境外移入个案，包含一个美国籍30外岁男性，1月所在美国确诊，康复了后来台湾测光检疫期满自费采检，结果呈现阳性。另外一个本国籍30外岁女性，是去年10月脑无爽快在美国确诊，后来症状较好，采检阴性。今年1月返来台湾，2月要出国进前自费采检确诊。还有一个本国籍40外岁男性，去年在马来西亚被感染；一个20外岁女性，去年也在美国被感染，拢是康复了返来台湾，一个有阴性转做阳性。有1位是美国籍，3位是本国籍哈。那这4位都一样，都是在国外哈曾经有确诊哈，有确诊的情况，那也都有2次阴性检验的报告。那都在检疫期满之后，因为有各种不同的需要，而再度自费的采检。即阵国内新冠肺炎总计942例确诊案例，即阵医院有31人住院，3个人在加护病房使用呼吸器，还有1个是保利桃园病院互相烧为事件感染者使用叶克膜。对世界各国陆续开始注射疫苗，由国家计划建议疫苗护照。指挥中心讲，疫苗护照也无明确，会继续关心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4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加强946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是超过1万例，日本超过4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80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415万例，法国已经超过372万例。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2日签署行政命令，针对半导体晶片等4大关键的供应链要进行审查，拍算要定出强化措施，要脱离爱挖靠中国、看中国目色的状况。美国的经济官员嘛表示讲，台湾则是美国重要的东盘，双方会做有建设性的对话。
美国总统拜登二是签署行政命令，对半导体晶片、电动车、大容量电池、稀土甲药品等4大关键产品供应链展开100天的审查，为关键甲必需用品创造更较弹性甲安全的供应链。进前，伊甲国会2大党议员伫白宫会面，讨论美国目前正面临供应链欠缺的问题，疫情互晶片供应欠缺恶化，这是拜登准备拟定国家供应链强化措施，互伫受敌对国家制裁甲灾难发生的时阵，较袂受影响。Last year has shown the vulnerability we have in some of the supply chain, including the PPE that we needed badly but had to go abroad to get. And there are current strategies of these little chips here for automobiles. I didn't realize how many billions of chips are in here, but causing some lines to slow down and people not being laid off, but at least shorten the shifts. 白宫国安会国际经济关系甲竞争力主任主任哈雷尔进行伫例行记者会，被问到台湾如何回应美国提出的晶片需求，伊表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朋友，双方已经咧做建设性对话。不过，伊无愿意透露相关外交对话内容。伫拜登签署行政命令进前，白宫已经甲台湾来联络，是要解决车用晶片欠缺的问题。这行政命令也要检视6大部门，由国防部强化国防工业基础所采取的定数，目标放伫国防、公共卫生、通信科技、交通、能源甲粮食生产。公司新闻黄焕玲编译。香港政府已经宣布讲，因要修订公职人员宣誓条例，要求香港的公职人员、区议员爱效忠特区，袂使作乱，嘛袂使支持香港独立等9项行为。若准违反内容，会互取消公职人员的资格。若准正经通过有4个现任的区议员可能就随失去资格。这个手法嘛引起批评。中国国民港澳办主任夏宝龙22日表示，要禁止反中乱港人士从事公职还是参选。港府隔一天就立刻公布修订公职人员宣誓条例，除了将区议员纳入宣誓范围以外，佫列出会当被取消资格的9项行为，包括着危害国家安全、宣扬还是支持香港独立的主张，损害是偏向损害特首主导的政治体制特殊，利用选举进行对抗中央甲港府的公投，公开故意毁损国旗，并且无明定对诉期。為咗讓到個情況唔可以惡化到令一國兩制難以貫徹落實落去呢，係需要由中央層面嚟解決呢個問題。又或者係佢有從事過任何嘅違誓嘅行為，或者係有啲不符合呢個擁護同效忠咧，咁如果符合呢啲條件嘅話咧，咁你就基本上咧就由你去認定嗰一刻開始計咧。若做被裁定違反誓詞，將被取消資格，5年內袂使參選還是任職。曾國衛佢表示，草案一旦通過，去年參選立法會被取消資格的4個現任區議員，林安輝、袁家偉、田達鴻、梁鳳維，攏會失去資格。對這項代誌，田達鴻等人批評香港政府無用穩無共意見，重新剝奪反對派政治權利，而且被取消資格區議員唔係4個人。失去我哋區員嘅席位嘅話咧，呢個都係一個侮辱當初選民嘅選擇，以及係對選民一個唔公平嘅一件事情嚟嘅。林安輝佇面冊表示，這伫伊嘅預測中，會堅守講話到最後時陣。草案一定3月17提交立法會。香港媒體是報道，北京可能促使香港設立政治偏見審查委員會，審查各項選舉參選人是毋是符合愛國者嘅標準。委員會也掌握誰會當參選，進入權力架構嘅決定權。記者綜合報道。法國里昂的市長是用環保加上疫情做理由，打算要甲學校內底的餐廳改做無賣肉路的餐廳。學生囡仔中晝當佇學校改無食肉愛食菜，這個決定是引起當地畜牧業者反彈出來抗議。漢堡肉佇個鐵架頂邊行甲旁講，而這邊隻囡仔是真好奇佇個看隻羊仔囝。法國畜牧業者甲工會日日開着大型的牽引車，牽着家己所飼的牛甲羊來到里昂市政廳頭前抗議，並且發起連署，反對環保派立黨籍的市長杜西以疫情限制之下簡化流程之名，單方面決定二月國際假期結束了後，佇學校內底實施無肉類的單一菜單。On a surtout peur que les enfants et les familles aient le choix. C'est pas un combat pour la viande à tout prix, loin de là. 法國的美食是全球有名的，囡仔自細漢佇學校食營養午餐就真重視平均的食材甲美味。里昂的無肉菜單有加至少維持到4個戶外做的假期，是毋是延長到時陣再佫講？連家長也攏議論紛紛。
Donner des menus sans viande aux enfants, c'est pas super. Donc oui, c'est un problème. 去年6月，市议会选举了后，李昂由市长杜氏所属绿党加几个左派政党来共治。虽然去年法国头一摆结束封城了后，学校一摆因此而推出无肉的菜单，这摆意外引起中央的批评。农业部长德洛曼迪伫推特讲，卖将意识形态放伫囡仔餐盘内底。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讲，这对着农民加肉商是无法接受的侮辱，也会剥夺剩下家庭囡仔唯一食到肉类补充营养机会。不过杜氏坚持，无肉的菜单毋是素食，也应兼顾营养平均。On a des protéines animales. On va servir du poisson ou des œufs. Il y a un ministre des cantines scolaires maintenant. J'ai pas été mis au courant. 杜氏讲，无肉的菜单简化备餐供餐的流程，因互囡仔有更加多时间伫2点钟食饭的时间内底食完家己午餐，也更加在配合社交距离这防疫规定。不过也是无法度平息争议。第二天，总统马克宏也造访一个农场，表达对畜牧产业的支持。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全世界即马拢烧钱要买预防车，菲律宾的政府就向英国甲德国建议讲，要借出因的医护人员、医护人力来换预防车，不过英国已经拒绝。来关心美国德州受暴风雪影响，造成真侪所在大规模停电，电水嘛无。德州的电力公司即马有5个董事，包括董事长拢请辞。来关心美国情报局长被提名人伯恩斯伫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批评中国是恶对付国独裁的敌人，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关键。来关心陆委会主委屈泰山上任，伊是希望两岸会当恢复交流。不过中国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是应讲爱新人9二共识，才有法度来活动。若进前，咱卫福部长陈时中捌讲，咱台湾要预防车防阻碍就阻挡。马晓光是讲，陈时中讲这款话是家己咧做戏咧搬戏，这是政治发言。不过陈时中是应讲，伊也无点名讲到底是谁咧阻碍啊？陆委会主委屈泰山上任，基台两岸关系一旦有进展，中国国台办再去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马晓光对这个代志表示，两岸以前的关系未歹，只是互民进党政府摧残。真这边强调，只要接受9二共识，双方的交往都无障碍。春天啊，需要有东风啊，那么花开啊，需要有雨露啊，那么这个东风雨露啊，就是9·2共识啊，所以如果台湾的一些先生们啊，有这样的期待啊，愿意顺从两岸同胞的意愿啊，那就回到坚持9·2共识的共同政治立场上来。交流是双向的，对岸也应承担责任。我们呼吁对岸要为两岸良性互动做出相对的努力与承担，在相互尊重、善意理解的态度下，正视台湾人民对其所倡议“1国2制”、“9·2共识”等矮化台湾的反对与质疑。陆委会认为，交流不是单方面的做法会当达成，呼吁对华爱为两岸两性互动做出相对的努力甲承担。不过，对陆委会新人事调整，马晓光是以换汤嘛都爱换药来譬如，促进两岸关系的关键是伫个政策甲行动。卫福部长陈时中捌讲过，国外 BNT 疫苗过程遭受阻碍，两岸因为安尼无对等。马晓光阁呛讲，这是伊家己讲的。陈时中是回应讲有保密协定。在疫苗问题上，民进党当局某些人执迷于玩弄政治对抗，自导自演这场戏码，无非是想掩盖自己迄今无法及时取得疫苗的窘境。有保密的协定，那等到整体水落石出之后，跟大家再来做一个清楚的报告。从来没有提过说有任何哪一个国家在做干扰。那只是我的感觉在整体合约这样一个不寻常的 pending。那可能有外力的介入。中国开始做因生产的疫苗，国台办是讲，中国向世界卫生组织的 COVAX 提供1000万剂的疫苗，这个计划范围包括台湾。但是中认为讲这是好代志，不过因为法律的规定，并且甲 COVAX 合约已经注明疫苗袂使有中国制造，所以目前并无打算购买中国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中考大学的学测昨昏公布成绩，因为今年的题目困难歹写，今年5科满积分的人数比去年减真侪，数学减上侪。
去年大约有14000多人满结婚，也不过今年敢若剩1500人，剩一成。学测的成绩早起公布，下晡2点外已经未少考生甲家长来参加补习班的落点讲座。我看我自己能够上哪个学校，就想到这个而已。有人烦恼一科无考好，个人申请一概互汰掉，也有定考生认为数学无满积分，爱去拼指考。数学还蛮不爽，所以我还是有顶掉。我就只想上台大，然后这样就不可能了。去年数学伤简单，14489人满积分，今年偏难，1558人满积分，顶标也对14积分降到11积分。大考中心主任周兆明解说，数学题目是5科上少的，毋对一个对分数影响大，而困难度增加，思考运算时间也变较少。在解题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牵扯所以在实际的这个难易度上面，跟预估的难易度上面，就会有一些落差。数学满积分减少13000人，其他4科满积分也比去年较少。升学辅导专家有估，因为分数悬的人数大大减少，个人申请一概通过标准的下降。不过要进入台大甲阳明高大医学系，伊话爱60几分。可能一些公费的医科可能58几分就有机会可以扣关。以2类组来说的话呢，台大电机我们预估会降到44分就会过。通过标准下降，6个试卷要安怎写？专家建议是，今年各因素自然的顶标甲竞标差不多甲106年分布同款，用参考。先来看采集组合累积人数，找落点比较靠一底。假设我的国英数字累积到1万人的时候，去年可能是假设是57几分，今年可能不用57，可能只要55就够了。那我们就用一个累积人数的方式去做我们的分数预估。专家讲，旧的课纲上尾一摆学测分数归拢落来，写试卷爱更加小心。也毋过详细个想看卖，是绝对袂考指考，也是要伫个个人申请去试看卖，就影响到志愿的顺序。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要读大学，有人用考的，有人是用特殊的管道去用申请的。亲自伫云林苏澳的文成高中的学生蔡基明，之前就申请到台大生命科学系。伊的妈妈是新住民，自细汉靠妈妈一个人甲伊请养大汉。这个囡仔嘛真认真咧读册，校长就学了讲，这个囡仔确实无简单。甲同学有讲有笑，伫云林市湖读文成高中3年的学生蔡基明，伊自细汉就甲新住民的老母相依为命，生活所费拢是靠老母做事来担。蔡基明也真认真咧读册，并出脱，成功透过希望入学管道，成做台湾大学未来学生。跳起来，然后抱着我说：“耶，我好像中乐透一样。”对我们乡下来讲，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机会，而且处于一个弱势家庭的孩子呢，要经过很多的不同的挑战。蔡基明自细汉就生活伫咧草地所在，下课了后，嘛去田里斗做事，对大自然的生物生态是拢真有感情。所以这摆申请到台大生命科学系，互伊是真欢喜。嘛，希望未来会当针对这个方面继续深入研究。因为从小很常在田野间里面玩耍，然后跟大自然比较有多的机会去接触，我会想要去中研院去做，继续往下做一些研究。申请上这个大学，其实他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努力，他说比较主动，就是先想到下一步的学生。国内即马愈来愈侪大学开设弱势族群的特殊入学管道，嘛提供奖学金，就是希望会当帮助到中低收入户、特殊家庭，也是新住民的囝儿，唔免顾虑到经济负担，顺利来完成大学的学业。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气象局的预报，今年头一季的雨水可能嘛无啥济，但这地嘛表示讲，因已经开始家己想办法去找水。新竹科学园区嘛有厂商启动水车车水来用。若即马全世界情源拢真欠水，若咱继续欠水，产量恐惊嘛会受影响。这水车踮新竹科学园区出入入，因为全台湾水情严峻。园区内底部分厂商已经启动水车载水，避免欠水影响到生产，确保产能正常稳定。因为新竹没什么下雨然后我们也是同业之间知道说知道台积电都有在送水，所以缺水状况很严重啊，最近。看起来好像蛮严重的。园区现在节水量可以达到11%到12%左右，基本上这个节水率是园区可以配合办理的，那是没问题的。那有些个别厂商是因为他现在可能产能的全开所以他有一部分是没办法达到这个11%。
所以陆陆续续他们现在有在做一些水车的试运载的这个演练啦。新竹科园区表示，除了园区内部欠水措施，新竹市水资源中心嘛提供每工1000吨的再生水，让园区使用。不过部分厂商需要用水也是无够用，所以有4个间厂商已经家己启用水车载水。上个月的水车出动的量，一天大概有400吨的那个取水量啊，大概有20个车次。水库继续欠水，提供园区用水的玻璃水库，有效囤水量创下水库启用以来上低的纪录。若是阁无落雨，厂商备水的预算甲数量恐惊就要继续增加。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水咧欠，按要高丽菜是大出。即阵高丽菜大出，因为数量上济，价小崩盘。根据农粮署的资料，24台北甲台中的挂价10公斤已经落甲剩无5块。有分林的农民规气开放，互民众免钱去买。几啊位民众伫餐中欢喜买菜，有人一提就是一大人。不过2点钟，4万粒的高丽菜全部互买了了。分林这个农场因为采收价小无够成本，农民只好开放互民众免费来买。我这哦，3粒50块，哇！我正经咧贵时，一粒就讲爱偌济，你知？嘿。像即寡遮尔大粒的高丽菜，市面上即马一粒大约是2块，甲年前的价小比是差真大，民众买甲真欢喜，毋过农民是真毋甘。爱本钱啊！一卡纸想遐侪钱，高丽菜栽嘛贵，工钱嘛贵，厝就无够工钱，安就互错啊。高丽菜价小直直落，根据农产品大卖市场交易行情站资料，大台北市场的大卖价平均价外盘每公斤5块，甲前一个交易日比，外幅拢伫1成左右。台中甚至来到平均价每公斤是4块7，甲同时期比，去年底月每公斤均价也阁有13块7角8，毋过今年只剩8块8角8，成交量也落一半。过年前价格还不错哈，那农民都会很有意愿要多种一点呐。可是因为多种的时候就变成量太多了，因为高丽菜它整个生长期间大概2个多月嘛，景气让他知道啊，对，那让他道德劝说吧。农粮署表示，早伫11月就提出示警，年节前需求增加，农民处理证，即马拄着量济需求减少，价小相对落低，价过每公斤5块3的监控价小，也毋过好人帮忙的讲法，保证启动相关营运，加强国内通路加外销，扩大需求，希望稳定价小，也建议农民适度转做，也是控制数量，避免大家抢利证。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屏东枋寮新开社区，因为伫有500年历史的浸水营古道出入口，所以因是正拍拼要甲社区内底的军事碉堡甲古道的人文历史串联做伙，嘛规划旅游的行程。这座古道生态正多元，有山有海，景致正水，去到地山甲海拢通看。小心！对新开社区的南湾的脚步，游客8关搁8家，大家拢真细致，唔敢大意。这条路自500年前就有原住民行打，后来清朝时期为着要开发东部，就沿路设营驻军。迄时，这条路要号做3条轮毗南道。到日治时期，这条古道改号做浸水营原野道。虽然改名，不过这条路犹原是台湾南部甲东部交通互通真重要的路段。也清朝所设的军营，伫日本时代改做警察的基地。日本人也因为战争，伫浸水营古道建设侪墓坑。这就是日据时代吼，伊末期的时阵。太平洋战争，日本势力，咱枋寮遮吼，咱新开这边遮，差不多100-200个墓坑，一寡文化的传承啦吼，一寡历史的迄个典故，拢会当介绍。浸水营古道毋但有各时代所留落来印记，保存种种无同款的文化，佮因为气候湿佮烧热，有侪特殊的鸟兽、草木伫遮生态，生态百样，物种多元。也古道佮甲海景真出名的新隆社区近，新开社区的专工规划行程拼员工，互游客通甲屏东的山甲海美丽景致做一摆眼界。毋但游山观水，社区佮放山珍海味出来，要互游客食青。因为新农有海，那这边有山，这边有很多的文化面，再来就是生态。
这里很丰富的这些山林的生态，把山、把海去做一个整合。这条有500年历史的浸水营古道，有关住民、清朝官兵、外国传教士、日本人、国民政府行踏过。未来有关的有无共族群行脚到，成做这段路历史的一部分。记者综合报道。警察保护人民，警察就袂输是人民的义务，看顾民众的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台中雾峰分局即马有拍2支亲像电影的底片，要互民众了解警察的辛苦甲警察的勤务。透早就开始巡逻，警察的日常就是规工24点钟，拢来看顾咱的治安。台中的雾峰分局为着要互民众更加了解警察的勤务，就拍影片来做宣传。打看咱台湾国内的警察要做的代志，嘛是百款。除了查案情、抓犯法的人、指挥交通，警察阁着为民服务。真侪料想袂到的代志，拢爱出动警察。毋过，也有侪民众妨害公务，害警察受伤，甚至是死亡。所以前一阵仔就受刑法135条，甲妨害公务的刑责加重，对原本罚9千，关6个月，加重甲上久通判5档，罚金30万。这也是互警察执法较有保障。透过这支影带的呈现，让我们的乡亲知道，从清晨到日落，甚至于深夜，我们的日常生活，当大家在休息的时候，我们还是持续在运作。自从疫情爆发，也时常爱请警察来到监控，调查检疫者的行踪。过年过节，大家拢有假通去，警察说是24点钟推出一寡影片，也是希望民众会当体谅警察的辛苦。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认识一个捌伫南极做事的科学家林永银。伊甲美国的大学合作，去南极做54礼拜研究大气的变化甲地动的牵连。下午9点，台湾新眼界节目，咱做伙来听伊分享伫南极的新时代。林永银是中央大学太空科学工程学系新任的助理教授，为2019年10月开始，和美国的大学合作，前往南极麦克默多工作站，展开小连续54礼拜的研究计划。伊利用2套光学雷达观测中高站大气内的铁站甲蜡站的密度、温度和徛伫方向的速度，佮结合高精准的数值模拟，解说大气的波动甲变化。因为咱地表顶面有一寡活动，也是讲毋管是火山啊，还是讲地动啊，即款震动拢会传到迄个太空里面安尼。啊，咱用一寡仪器是会看会到的，是会讲，真正有即个波动安尼。林永银希望照着找出地动甲火山爆发的活动，经过动力波影响高站大气的证据，了解南极天顶大气的动态。趣味的就是，逐工若是有动物的时阵，就会出去看动物，因为毋但是徛过，我嘛有迄个海狮会当看。啊，好耍的就是我伫遐，因为我伫海边，啊，因伫遐，其实袂足远。啊，我就看，然后一直破，一直翕，啊，做过水，啊，伊伫遐叮当，毋知影。突然间，我想讲，我若一个做强的迄个一个味，安尼就怪啊！啊，我伊翕的时阵看着，伊很多身躯下骹毋是，就是冰嘛，就是迄个白色，啊是安怎加一个色安尼啊？啊，就伊放屎！因为有先辈支持甲协助，系所同意等伊完成南极的计划才上任。林永银南极的研究计划就安尼来展开。来关心去年伫台北市6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出社会案件有8000多件，有议员今就积极讲，回收时代驾照政府做甲无够认真，认为80岁以上的民众的驾照拢爱强制修顿来才对。台北市的交通局是表示讲，因已经有建议中央爱修法，满75岁拢爱做管理。脚踏车啊，脚踏车，刀子。
背出多项名称，伫纸顶为市政答题，77岁车身世想要换驾照，爱先通过体检，搁到监理所做认知测验，才会当处理。这张驾照基本3年届满，需要中测个换照。分检测总共分为3项，一个对时间的正确的认知，一个是对近期短程的一个记忆的认知，第二个是对判断力以及手脑并用，通知4万多人。那大概目前的话，台北市呢大概换照率大概7%。很高兴呢，我们还是有资格可以开车啊。中车摕到驾照真欢喜，不过根据统计，去年敢若伫台北市65岁以上高龄驾驶事故发生8000多件，5年之间成长达到6.7%。80岁以上超高龄驾驶事故5年来也成长5成。有北市议员质疑北市交通局鼓励中车回收驾照的执行成效无好，也呼吁应该研究强制收回80岁以上中车的驾照。高龄长者的事故噪音大概主要是以变换车道不当啦、未规定让车跟未注意车前状况这几个噪音为主。台北市高龄长者能够优先的缴回驾照跟尽快的来办理吼。那今年我们也持续的会来研议。北市交通局指出，目前依然有大约13名高龄驾驶无办理缴回驾照也是换照，将继续宣导。依据即马法规，只要求102年7月以前满75岁中者爱换照，也建议中央修法，全面纳管满75岁高龄驾驶，缩短换照时间由3年改做1年。各建议伫中者车辆加装自动刹车、防误踩设备等方法的可行性。记者综合报道。但咱知影小土炭会污染空气，有民间团体昨就开记者会，要求政府毋好阁拨预算去买土炭，嘛爱随停止兴达电厂烧土炭。先达你停没？购没零预算。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发口号，要求政府就要即时请兴达电厂停止烧土炭，减少台中火力发电厂买土炭的预算，嘛要落实大型企业100%使用绿色能源来发电。急速减煤，因为这已经配合全世界。第二个燃煤预算中火已经过去实质已经减4成，阮希望今年会使阁减。叶公宏医生强调，烧土炭的污染物唔但损害空气，对人体嘛有辐射的危害。中华环保联盟嘛基宏远养殖区的余文啊，对2013年大土炭采甲有害废弃物较大，土巴的重金属要钞票，望政府降价买土炭的预算。过了9年之后，过年前再去现场看到一个很大块的煤灰的结块。结果这个里面的重金属的锌含量是食用作物的管制值的14倍，铜呢也超标了3倍。尤其是彰化海岸线的这些重金属如何处理哦？那我觉得这边应该编列一些特别预算去解这一题，我们必须把它整个挖起来，把它做更好的固化。曾炳杰老师表示，中华有袂少离岸的发电站，未来准会使伫咧发电站的边啊，去专门分解土炭采的处理场，用离岸电厂无满载的电来甲这的土炭采玻璃化，安尼就会使有效运用电力，嘛解决土炭采污染的问题。记者民警曾派文台北报道。经济部日是伫中油的家己连接研究所成立先进触媒中心，帮咱台湾会当家己生产触媒，国产化了后推动产业创新，运用伫减碳的经济，达到节能环保的目标。风声机器人设备模拟工作流程，互来参观产业代表甲研究人员了解。为配合国家推动触媒产业国产化，中央研究院甲中油公司这单位共同合作，日是即天正式成立先进触媒中心。未来将有3个重要的工作：第一是研发先进材料所需要的触媒；第二是中油未来将要转型。它会有更多的原油，未来不要再用作燃料，要变成材料。那这中间需要很多的触媒的研发。那第3个，我相信是非常多国人都很关心的，我们怎么样子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减污减排，尤其减碳的议题。触媒是石化工业的制作过程内底上重要元素，嘛是能源转化甲有机材料关键。不过过去拢爱透过国外进口，先进触媒中心的成立，就是希望整合相关研发生产单位，互咱台湾家己来生产。那更长远的，我们也希望能够对整个
触媒应用在所谓 CCU， 就是二氧化碳的捕捉再利用这块，也能够做出贡献。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触媒，对，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油里面的这个碳氢化合物怎么样转化变成高质化的这个材料。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努力的目标。先进触媒中心的成立，除了是传统燃料转型第一步，也符合世界针对能源发展的趋势。未来也向减碳经济、节能环保甲绿色产品三个方向来做发展。希望替台湾研发生产会当循环佮利用重要材料。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色，咱来看未少国家因为防疫的关系，餐厅、酒吧拢无限定袂在伫内底食物件。业者的生理歹是喊叫，民众嘛伫厝内封关甲挡袂牢。比利时即马就有一间旅馆归去，甲客房转型做包厢的餐厅，食饭的时一人一间，兼顾防疫，阁会使互人客享受出门食饭的乐趣。比利时这间旅馆的柜台，顾客来来去去，啊，毋过因毋是来住，是特别来食物件。客房遭到暗红色电火，音响播送轻松的 jazz 音乐，行入房间内底，桌顶搁点蜡烛，气氛是真浪漫。这间伫首都布鲁塞尔 Cubic 旅馆最近推出新的服务，互客房正做食物件包厢。We can eat in the rooms. We have rooms. We have plenty of rooms. So why not combine them then to a really nice offer? 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过去一年因为疫情关系，餐厅、酒吧无法度正常营运，无人来住，附设餐厅也无法度开放，产生客房转型成做餐厅包厢的想法。因将23间客房的床山走改放饭桌啊，每礼拜六开放食物件，顾客唔免烦恼违反防疫规定，因为伫客房内底食物件唔免甲千份人做伙，用充分享受食美食的双人时光。It's not at all room service because on room service you do not have the experience that we want. So basically, people are really dressing themselves up for a really good night on a Saturday evening. So children are at home, just couples are coming here. It's 2 people. So it's first of all, it's already the me time and the quality time. C'est une super opportunité. C'est vrai que ça fait des mois qu'on est un peu enfermé chez nous, alors on essaie de se faire des petites soirées à la maison, mais là le fait de pouvoir sortir vraiment comme au resto, c'est une opportunité top. 这服务推出了后，得到不少学佬生意变好，工业也开始学，希望客房变包厢的方法也替找回顾客度过这疫情大挑战。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那法国的学校是2月份咧休寒，休寒的时因是爱去山顶出世度假，毋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出世场拢关起来，巴黎人只好改去大西洋的海边啊去偷心情，意外嘛带动海边的观光，毋过人一济嘛造成当地环境的负担。穿高衫、空狗去海边散步，伫冷风当中陪囡仔伫山坡顶悬耍山。你无看唔到，这是法国西南部的大西洋小镇纳博尔，当地只有伫热天才会起观光人潮。啊，毋过今年2月2礼拜休寒骨细季，这饭店订房率竟然意外升悬。原来疫情互骨细场关起来，大家只好选择到有温暖日头的海边来佚佗。Il faut s'aérer quoi. Dans les périodes que nous connaissons, il faut s'aérer. Donc ça fait du bien. Pour les vacances de février normales, généralement, nous ne sommes pas la première région sélectionnée aux yeux des Français. Les Français privilégient souvent les vacances à la montagne quand ils ont la chance de pouvoir partir en vacances. Et donc c'est vrai qu'aujourd'hui, les Français ont laissé tomber un peu leurs après-ski pour les bottes en caoutchouc de plage. 虽然当地餐厅无法度营业，啊，毋过大家至少用伫厝内底煮饭，尤其一个市场买起也起来，卖鱼仔甲卖气势的打饭，拢非常欢喜。Ils sont là, les Parisiens sont venus, donc on est contents. Ça nous fait du bien. En plus, il fait beau. 事实上，自疫情爆发以来，大家被迫居家办公了后，选择离开巴黎。暂时住拉堡的人都比以前增加，啊，毋过看到街路出现观光人潮，而且有人无挂喙罨，当地民众都烦恼疫情会拖开。Personnellement, je préfère qu'il soit pas là. Je suis égoïste, je pense qu'à moi là. 啊，毋过只做好防疫措施，冬天到海边度假，对巴黎人来讲已经是小小的幸福。
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丹麦即阵是积极的发展力量，因是计划要起一座人工岛来做海上风力发电机的控制中心。完工了后，会使相接各国，电力就有够提供1000万户来使用。另外，伫法国即马是有建筑师利用海草要来起建筑物的外壁，这海草的外壁会当来计小计日头，会当减少消磨能源。丹麦政府为了要推动绿能，同意未来伫咧北海建造一座人工能源岛，作为海上风力发电机的控制中心，初期供电量会到3条瓦，会当供应300万户家庭使用，了后会慢慢增加到10条瓦或1000万户家庭使用。这项计划要开丹麦克朗2100亿，换算台票是9500亿，设伫丹麦西方80公里外，连接欧洲几落个国家。10 gigawatts, which is the future plan for this island, that will create energy enough for 10 million households. And there's only under 6 million people in Denmark. So obviously, we also want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strategy for the whole of Europe. 这项计划是政府带头，不过当时开始也唔知，政府想要让这款再生的电力取代石油，替船、飞机甲卡车提供动力。目标是2030年时阵，甲1990年比减少7成的排碳量。即嘛，世界各国拢正重视节能减碳。包括 XTU 建筑事务所建筑师阿努克的团队就设计出将未来感的环保装置，让未组织建造生物外墙，会当吸收太阳的热能，经过特殊处理，摕来煮烧水，增加能源的利用效率。Il se multiplie avec le soleil, ça fait un espace tampon qui protège de la chaleur et du froid et donc ça permet d'optimiser la thermique du bâtiment et de réduire la consommation de moitié. 因为高值保存的理由，这种改造计划无适用法国的古老建筑物，也毋过伫当代建筑效果袂歹，包括巴黎市中心的徛街，有几多座建筑物就参加这项改造计划。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来关心温度，今仔日伫北部温度上加17度，上悬29度；中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7度；南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是13度到23度。感谢乡亲收看，咱再会。